现在就是说还是表情对了，情绪对了，但是它可能不属于祝英台，也不属于梁祝。就是承载着你的跟梁兄之间的那3年的光阴当中。千万不要什么鼻涕啊、眼泪一出来就唱不出来，这个时候为了声音漂亮，就是让它控制到非常理性。杭州亚运会期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浙江省文旅厅的指导下，将推出一版新的《梁祝》，作为文旅融合项目进行试点。既是属于越剧的经典，也是小百花新版再创造之后，经历过市场观众的检验，从2个多小时减到现在的这个80分钟的版本。我们想用真正的文旅这样的一个样式，看看能不能够真正通过文旅的深度的融合，能够打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IP 出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爱情故事。新版《梁祝》一经上演，便获得了中国越剧艺术节演出金奖，登上了国内外各大戏剧节的舞台。梁祝的这个爱情故事，它是一个中国式的爱情的浪漫的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中国人的对爱情的一种象征，就是它可能寄托着中国人对爱情的一种理想。9月15号，文旅融合版《梁祝》进行了首演。虽然时长缩短，但是草桥结拜、18相送、柔台会、化蝶等经典唱段都被保留。在最经典的舞台看最精彩的演出，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直坚持的创作方向。其实这个故事它本身就是很动容的，加上小提琴协奏曲贯穿我们其中，加上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舞台的样式，应该说还是挺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的复杂，其实舞台上都是很简洁、很干净的。然后就是就像现在一切从简，就是你越简单的东西，它越会被年轻人给吸纳、吸收、观看。国家一级演员、文华奖、梅花奖得主张艺兴在文旅融合版《梁祝》中饰演祝英台。从2006年他与毛维涛合作演出越剧新版《梁祝》开始，张艺兴已经演了10多年的祝英台。我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亚运会期间能够有这么个文旅版出现，不管是对我们越剧，或者对我们浙江，乃至我们整一个中国的一个戏曲文化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能够让观众朋友们了解原来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中国的戏曲是那么的唯美，我们中国的故事是那么的感人。2019年，小百花越剧院建成，因为外形酷似蝴蝶，戏迷们都叫它蝴蝶剧场。在18年团长的时候，我就已经深感到非常的无力，市场运营太艰难。为了寻求转型之路，毛维涛开始了各地考察，决定要做驻场演出。尽管机制上面还有很多不顺的地方，剧团和剧场没有完全贴到一起，但是我们至少走出这一步了。2023年3月，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正式公演。这是越剧剧种首次尝试环境式戏剧，是以突破剧场与观众的观演关系为特色，针对年轻人打造的新时代越剧作品。新龙门就是一个守正创新的最好的一个佐证了。我们守着正，有我们自己的越剧，有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戏剧的这样的一种样式，创新在我们独特的打破4堵墙，成了一个环境式的一个空间里头，观众是新鲜的。诀窍的，你比方我你的眼呐，这个就没意思。你想想，我你的眼呐，就是声音让它破。新龙门客栈的推出背后，是新越剧观念和制作方式的诞生。
在继承粤剧写意、诗化、象征特点的基础上，以全女班的表演阵容，从年轻人的视角出发。从3月份首演到现在，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那至少他在这个举国文旅意识都在非常这个热络的情况下，他拿出了一个虽然是110人的剧场，但是他可以进行商演。我现在试问，中国有几个粤剧团能商演？通过这个戏的票房收回成本的，现在哪有啊？现在没有。至少他这个戏有商业价值。从新龙门客栈到文旅融合版《梁祝》，毛维涛带着浙江小百花粤剧团一直在探索新时代下粤剧的发展方向。浙江各地的粤剧团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粤剧的繁荣与发展。粤剧的第3次浪潮一定是走进现代艺术的，没有传播的传承是落不到实处的，空洞的传承，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传承。让我们来共同来推进第3次粤剧的这个高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戏剧的全媒体演播时期已然到来。在阿里云技术的支撑下，云转播的快速推广，使得包括粤剧在内的传统艺术能够依托新技术去创新发展。我们能不能用今天的互联网的自媒体的现在的这样的平台和手段，能够让我们传播的更广更远一些？这是我今天做新龙门也好，包括做这次的梁祝的文旅深度融合版的这个梁祝，都基于这样的一种出发点。我相信第3次传播，人的身体和人的声音仍然是我们的传播源，但是它的传播方式应该说主要是通过线上，通过数字，甚至于通过小屏。不能够流失我们老师们的优秀的一些东西，至少要把它能够稳固住。怎么能够开拓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新的作品？对，不要太这样搞，太那个的。对，休息休息。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呢，我们粤剧呢，把各种的现代的人们的需求跟现代的表演风格更好的结合在一起，使得粤剧它未来的路呢可以越走越长。万变不离其宗，旧中有新，新中有根。